咱讲是吼，其实俺读书的时是上课，读书，咱是按中下成日上个考试嘛。但係俺家下有23名同學，吼，佢講先生鼓勵講，你特別多，我說先做讀大上啊，有時俺啊調皮哦，當偷家兼顧。你知道俺係做些嘛？你知道俺是上班公司上班，辦公辦。你到底辦英文空啊？冇用。當然係因為古代對吧？按上來打邊嘛。你講偷書是上來。偷書上來咗。咁樣先用嘅地方係上車對行。嗰時我先生要固定哎呀。先生要固定哎啦。像我你中下成日上我讀書先上嘛。我上我讀書誒，又要做醫生嚟，還做公務員人嚟，又要出國，又要做文化事業是愛做了哈。又睇電視識睇到很多，讀書嘅。邊個水廠咧做啥？23歲。我幾時講我鼓勵客家自己哦，鄉村嗰啲啊。有人講嘅。邊個是做完然後後邊真少，是伊這個慣養下先，用安尼吼，鄉出去，含白色下回上了，有啲中間分子，應該思想嚟哦。我記得時候講法安記嘅。可是嗰樣先上位係上位嚟㗎啦，落標㗎。我也落標寫咗後叉條。後叉條。新地圖呢？有標是新地。跟哪樣是兩個曬過咧？我曬兩家會，最旁邊曬和平東路。和平東路示範台後對面咁樣，我是剛開始是賣材料的。一方面賣材料，一方面做白髮。我剛是開2種事業。佢部妹應該是讓人住屋嘛，住屋是唔方便嘛。今年迄邊財務學緊去，部我是俺回去冇做部妹應該是曬為咗生意讀書，我是簽福氣。結果了為所真好，通化解，俺就行人就多，我說冇事出來落腳啊。嗰時讀到嘢時咧，讀到一隻房先生去高興，結果很多就帶過來，說不行業，俺就同我介紹隻行業先生，說來俺修飾，俺就當習慣嘅。所以你客家照片在旁邊啦。這就要人。你確實係因為你就係客家照片嚟嘅。錯。唔係講你就會在好落咗。唔係。我計干入是客可以要種族計適中嘅會所。因為從我年年嗰時攞到台北就東台市，有可能因為對我東台市。我東台市。要感覺，這就要感覺。要會感覺，因為我大家嘅會所係後叉條嗬，即冇可能要適中嘅會所嘛。講機客真少啊，非常少。冇嘛咁講客，有時就冇講貴義，我哋國語人嚟。別貴義嚟。有這樣哈。一本來是安尼吼，客家人吼，透過亞坡啊，鄉下是只，計信仰上。亞坡鄉下。亞坡鄉下，亞坡咧所以是幫20萬歲。當年前。8年。你青少年報你，一成按姓㗎？藍天嚟啊！哦，你看下個，按姓氏啊？藍天嚟的。厲不厲害？對，又哈，這又比較破掉了哈。這個又不一樣的造型，你看，這旁邊是這樣子，布也不一樣，你看。這種啊？你睇下，兩邊係啊。浪天。你睇浪天係啊！呢條個做信仰事業嘅，譬如我8月、9月、10月、10月、15月，該喜事有喎，喜慶過年呐，穿這個衣服。亞坡啊。咩？兩年還有腳，浪天還有腳，還搬，一下摸窗我誰？那個是真正的，信仰上，你話晒啱先嘅。拿爸爸。好，他过这个了。好，不错。他主要是谁？关系这是谁？按在十多年做你啊，做50万岁的。一表提股用啊，咩提股用？提咩股用？台北。提股用台北，因為台北也強嘛。比較是台北的，算很透的。做好。
睇到劉康嚇。嗰劉康是要用來用來雜物的，用雜物建的，你係因為今年哎呦哎呦！來拿，一隻，你講呢度啊？睇唔可以講，誒嗱，分錢可以用，等我確咩？確啊，係啊，兄弟好睇。誒嚇，係啊，呢個是手呀，冇，有啊。那邊有呢？這是呢條路啊。呢個下路啊嚇，你睇過啲從父母難移嚟喎，結構靠啊，啊睇過做開啲話呀，有啲話標單係差啲話，啊曬出抌個樹抌下，你話下個字啊。殺點嘛嚇？殺點。那邊我們打仗哈，有件事咯，呢邊哈，有種樹㗎，我切過打工嘢啦嘛，我睇過啲，我睇過種切打破個錄音架，打推挨，安殘啊！譬如那辦公室來看，用辦公室裝的開小魚安殘的咯，推就說他的丟挨，因為你的頭阿婆是下嘅下頭就丟挨，對面下頭，跟金門差就行啲哈，金門差，金門差不是在那邊吵架，一條金門路，一條金門路，一條推過金門路啊，一條幹過的棒過的，那其實你係萬一要送係啊，金門差要送金門差，你係嘛？那就摸方面摸清楚啦，一個是當時冇嘢做咯，一隻平都打起到，一打是什麼打過嘢，成幾多嘢當時，就變粗啊，成幾多嘢啊，幾多嘢一打是彈到，當時什麼是打空，稀里又不懂你。對啊，都去摸慣了呀。哎呀，又不懂你，哦，他跟錄音家可能是叫跳了，我播主持人那是另外的，按三年把工家干过了，要把工清楚了。这个就是沙器錄音出來面料，沙器啊。你講你吃過嗎？呢啲樹啊？吃過，這個按南面上，呀，這個好。這個你按南面上的，你按南面上的，按南面上，這個按南面上。冇能，要天天上啊！這按南面上，這是按南面上的，聲音高些。是按南面上的。好啦，你半日嚟學到啦。三角台啊，三角台的啊。哇，厲害，沒聽到啊？我講有的。跳白了。我講有。啊。冇用啦，冇，這個沒有護欄。因為